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為何打這號碼，你可會很不解我怎麼刪了他，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時半秒想避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時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來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